我要憋不住了。别急，我最近便秘了，给你肚子充点气治一下便秘。便秘缓解了一点，别关灯啊，我马上出来。便秘缓解了一点，快出来啊！小美找你约会了。真的吗？我马上出来。便秘缓解了一点，但是还有。给你吃个包肉。便秘缓解了一点，但是还帮你压缩一下肚子。便秘缓解了一点，别丢我的纸啊！我马上出来。便秘缓解了，给你吃个大红薯。便秘喝瓶橄榄油润滑一下肠胃。便秘缓解了一点，但是还有做一下便秘操，帮助缓解便秘。便秘缓解了一点，但是还有有鬼啊！差点憋不住。